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明兰，欢迎收看今日的台湾新眼界。自403花莲大地震到今嘛，得要1个月咯。灾后的重建灾民的生活目前的状况，还佫自4月初到今嘛，台湾发生了上千届的地震。若是地震一直来，咱大的建筑物是毋是爱赶紧来看，敢有啥物款的安全问题爱注意咧？今日节目咱做伙来关心。 咱来欢迎今天的来宾，首先欢迎的是建筑安全理论协会创会理事长戴芬发。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戴云发。是，咱继续欢迎的是新北市土木技师工会的理事长赖建宏。主持人好，大家朋友平安。是，咱嘛要欢迎台北市立大学城市发展系副教授吴基英。主持人大家平安，我是台北市立大学吴基英。 好，咱慢慢来连线哦。这花莲的华尔街大楼的主委哦，吴成涵主委你好。大家好。是，咱即摆先来看吼，自这个花莲哦地震了后，有真侪建筑物哦，伊拢红搭红单，也是黄单。有一寡社区哦想要拆掉，啊，毋过县政府讲哦，这无咧做强制爱拆，若是要拆后，费用就要8000万，爱家己来负担。 毋过有一寡饭店啊，县政府讲主动来协助，平平拢是红单，为虾米政府的处理方式是无共款的？县政府表示讲，若是要开政府的钱，就是爱危害到公共安全。这个本来都完好的，然后这个又更炸开。画面内底这个条仔规个闭开，更起是看现现，规涂卡是全泰路，还有红毛图。 花莲的福耀金华大楼，旁评定是红单的建物，而且经过几啊届的地震，互厝受损等的情形是愈来愈热烈。诸好开区宽会，为原地讨论的弱战补强，落尾决议要拆除重建。不过8000多万拆除的费用，官府讲都要家己负担。事后这个灾民规百多岁，结构技师来了6、7组以上，几乎都认为我们富裕精华应该没办法落成补强。县政府是要求我们。 自费还可以弱震补强，所以不符合强制拆除。如果说它现在倒掉了，它会把我们这个横梁挤住，整个这样折断之后，我们的住户全部都会垮。连附近的居民嘛，拢发起真正抗议来応援，都惊家己的厝嘛受到牵连。面对拆除卡关，诸好是真恶接受，因若受损的福耀金华，地方政府无愿意拆，要求都要自费来处理。这都是那天的底饭店，4月初3地震了后，花莲县府主动协助优先拆掉。 同款是红单的危楼，处理方式却是无同款。如果说它涉及到公共危险的话，或者是说它已经是非常危险状态，那我们就会考虑要去做强协了。你现在如果一直说它倾斜，它到底有没有倾斜？没有人知道，因为你没有观测数据。花莲县府回应讲，分级分做红单，并不是代表有倒去的危险，除非影响到公共安全，才会动用公费来拆。不过有愈来愈侪住户换立场，想要为修理变做是重建。 县府讲，经过区宽会通过拢尊重，不过经费要为倒位来，敢受补助，要来看行政院善款统计了后，报的金额来定，这个结果按算测试会出来。记者综合报道。咱首先来看的是吼，就咱节目在整理的资料，看到讲，目前有4栋咱看到的大楼有的伊是讲伊想要拆。 啊，毋过县政府讲，你这会当补强哦，所以你免拆，我袂甲你强制拆除。啊，所以你若家己要拆，你就爱家己付费用。咱看到富裕精华伊爱的拆除费用是爱8000万。啊，看华尔街等下要甲主委来连线嘛。华尔街因的决议是讲，因要整体内进补强的这修理哦，这补强费大概是爱6000万啦。啊，毋过中央的补强补助费大概是一栋1500万。 1500万跟6000万这之间的差距其大楼因主意因即摆嘛足烦恼的讲，这钱差真济，希望讲会当争取更加济补助。那先问戴理事长就是讲看到这种是爱补强重建，啊是这是认定上是真困难吗？主要是看讲爱安全爱补强爱开偌济钱，啊拆除爱开偌济钱。假如说伊的安全差足济。 可能就爱拆除较好，拆除重建较好。然后伊的安全差无介济的时阵，会使用补强的去处理。啊，补强的费用搁免开收济的时阵，就会使考虑用补强的方法。主要是安尼去判断。咱看到这富裕精华，伊是讲县政府讲会当补强啊，
结果技师讲啊袂当补强啊，那会出现两光无共款我想讲，主要是技师工会的专业判断会较好啦，吼，因为想说这个尊重专业，吼，技师工会建议是讲爱拆除，我是感觉着爱往技师工会建议去行会较好，吼，主要是安尼。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讲，补助的费用偌济吼，这部分袂使讲一个案件就1500万是上限，安尼不太合理啦。爱看案件的大小，啊，有的案件足大栋的，那有可能1500万就有够；啊，有的足细栋的，啊，你买1500万，这是不合理的。所以我是刚刚讲，像讲，我们华尔街迄栋想讲要去做补强，我迄栋吼，我顶届403以后，我有去法院，吼，我有去法院，较去遐跟县长吼，甲慈济迄边，我拢有去甲因请我们处理一些问题了吼。那我有去花莲吼，伊个现场拢看过一届，我就看过一栋，足大栋的，嘛比较足严重的，迄栋就是即马讲的华尔街。好，所以讲伊迄栋足大栋的，啊，你袂使讲遐大栋的要补强嘛是1500万，好，所以我就是刚刚讲迄栋足大栋的，爱补强应该是讲看伊的大小吼，爱补助较济，吼，而且讲我这应该是爱安尼做。咱即摆来问这个华尔街大楼的这主委哦，吴先生吴主委哦，就是讲头先你有讲到讲其实甲县政府吼初步这协商的时阵，伊是讲1500万无够，啊，可能会再认定是2栋，是无？对啊，阮大楼认定是2栋，就是3000万啦。安尼有够无？无够，因为阮结构技师啊，讲以抓经验啦，经验的迄平均值来算，阮大楼收起来差不多要6、7千万啦。啊，要安怎嘞？啊，详细的要等设计图出来才知影啦。啊，是讲目前以经验来算，差不多要6、7千万。啊，政府补助甲3000万，变成另外3000万，咱大的住户啊，家己要吸收安尼，啊，变成讲压力会较大啦。啊，像你家己住伫华尔街大楼啊，啊，恁即摆袂当住吼，啊，目前恁是拢住倒位？阮拢伫外口做厝啊，拢全部拢住喺外口。是。啊，因为恁想要补强嘛，吼，这补强这时间嘛是有一段时间啊，啊，到时阵嘛是继续设厝安尼吼，啊，政府敢有讲会甲你补助到什么阶段？政府目前是上长2年嘛，阮屋主会使上长会使到2年的时间。所以你感觉这补助的时间是有够的，啊，毋过这金额啊，这费用的问题，恁也是感觉讲会当搁较济就对啊。对啊，因为差足济啦，因为你3000万是做结构补强尔，啊，结构阮大楼电梯嘛是拢开去啊，到时阵你大楼修好啊，电梯嘛爱换新的，啊，消防设备嘛爱拢爱换新的，迄嘛是拢爱去，啊，到恁厝的物件拢开去的物件爱修理迄嘛是拢爱开去，变成讲啊，个贷款的问题嘛是变压力会较大。是，所以啊，就你的了解吼，包括恁家己啦吼，佮其他的住户啦，即摆生活的部分，敢有恢复到正常啊咧？目前是大家慢慢有恢复稍微正常，住在外口总是较无方便。嘿啊，伫外口安尼住吼，细厝吼，啊，恁拄到的困难是啥物？拄到的困难，目前是无听到啥物特别困难的代志啊。啊，大家工课咧，工课这部分敢有受到即个地动影响？讲原本的工课是注意。工课目前是拢还好啦，无听讲因为地动无头路做。好，算讲大家这工作的部分哦，是算是稳定的对啊。工作部分都还算稳定啦。是，咱感谢注意吼，多谢。咱继续吼来等来棚内来做讨论哦。我想要请教这赖理事长哦，就是咱在看讲，这结果哦，到底是毋是爱补强啊？其实大家有观察到讲，其实是要补强，还是甲拆除哦？这有
真困难的选择。啊，一般咱的建议哦，住户一定甲你问讲，到底你要安怎建议？啊，你一般拢安怎？伊即届吼地动于厝，因为地动的关系，所以派去的部分其实非常的侪啦吼。啊，当然我嘛最近嘛听到非常侪民众咧甲阮讲一个问题，就是讲，即个厝未来是要甲拆掉，用镀金的方式去做重建，还是讲用迄个补强的方式，搁继续去做使用？这就是民众最大的一个疑问啦吼。啊，一般阮的是安尼甲建议啦。第一，你即个啊看你即个现有即个厝，伊的迄个厝屋龄啦吼，屋龄大概有是剩偌济，伊会当使用迄个时间啦吼。因为一般建筑物的设计吼，结构的设计是用50年为一个迄个使用一个时间啦吼。啊，但你若讲即个厝已经可能已经使用到40多年啊，吼，啊你剩的时间你用讲补强，其实就迄个意义就较无遐尼大。吼啊，当然就是阮会着鼓励讲，啊，你应该去规个社区，吼，大家所有可能，大家坐斗阵去用一个共识，吼，去讲未来去做都跟重建的迄个角度去做即个厝的问题处理，这是一个方向。啊，当然另外一个就讲，因为这可能即个厝因为地动的关系，歹去的所在有较少。吼，虽然有去到结构受到影响，问题是歹去的所在较少的状况之下，其实做补强对咱继续使用，所以伊开费用卖咱较少，所以阮会建议讲，即个部分你就咱用去补强的方式去做。或者阮两个方向会当去做讨论啦。啊，当然即仔因为地动了后，其实政府嘛做一寡迄个费用的补助，包含就是讲整件维护，就像头仔讲的这花莲这吼，整件维护的经费上济，当补助到1500万。不过这是伫过去的时阵，地动进程的时阵，迄个政府补助一个上限啦。我相信即届因为地动的关系，中央政府应该有针对这个部分吼，就是有没有额外的经费挹注吼，我相信这中央政府以及行政院可能会当去做讨论啦。因为这地动嘛是因为临时才发生的，啊，我大甲大家讲，1500万是过去伫地动进程整件维护的角度去补助的一个经费观念。即届这一厝，这个整件维护其实要处理的是规个厝的迄个耐震补强迄个经费，所以这个部分我感觉是行政院应该会当个针对这个特别的法案的部分、经费的挹注的部分，咱去做讨论。是我想要请教这第理事长哦，这耐震补强甲一般的整件维护，迄差别是真济吗？整件维护是讲啊，你旧厝吼，人讲的外表拉皮，吼一些简单的，吼，迄是算讲无主体结构的。像即个天王星吼大楼，毋是讲有即个受损嘛，吼倒塌嘛，伊就是讲前一次地震的时阵，伊嘛是算黄单。黄单有比讲主体结构没有大的问题，可是讲次要的结构有无吼会比较会崩塌的危险。啊，伊把迄次要的墙壁啊，迄把它修复起来吼，啊，伊讲安尼就补起来了。不过伊无做结构的补强，伊算讲墙体修复尔，吼，无做主要的结构补强啊，所以伊的安全无较好。所以即届哦，比如阮即摆讲华尔街这栋遐大栋。伊爱做的，毋是讲墙壁壁吼啊补起来，哦倒位壁补起来，毋是安尼，哦安尼伊的体质嘛共款无好，爱用伊的条啊安怎去加强，哦伊或者说加一些更贵的斜撑，哦类似安尼，我就简单讲，类似补强的部分是安尼，哦常较有伫用的是像即款的吼，就比讲软骹的所在，哦伊做安那的结构补强。哦，这是一个方法，吼，嘛有一个安尼补强了，后盖袂软骹较袂倒，嘛有诶是讲伊做即款的，做足侪钢构学生的方法，吼，爱去补强。啊，我是感觉像华尔街即栋吼，伊的受损算嘛足侪，我是感觉会使用这两种吼去做伙来做，吼，安尼伊的安全会较好，吼，阮看第一种就安尼。一般是讲，伊条啊有可能像安尼，传统的伊的条啊，吼，你看传统的伊的条啊，吼歹去，吼受损，伊外口吼爱做较大机的，吼去白铁啊控按摩头，可以加较用的吼，啊伊就传统来白铁啊足歹白的，你会使用像即款的，
吼，伊是算讲一支铁会使拍开，吼，去做，就安尼就会使吼。我是讲，这伊就较简单，品质会较好。啊，伊的墙壁的补强嘛会使用安尼，像回纹针式的吼去补。原本的墙壁是伫倒位？原本的墙壁拢按铁安尼一支去绑啊，安尼较歹做。啊，后盖伊补强会使用安尼用吼，所以我想这是我发明的物件啦。我迄届嘛去华联吼，甲有甲许县长讲，即届会受损吼，啊，像我这后盖要用吼，我这部分会使免费吼。互伊补强会使用较好的方法吼，拢免钱吼，啊袂晓的所在我来教伊，拢免钱啦吼。所以我讲这部分就是讲，我是感觉讲，这地震以后这厝较无安全，阮即摆爱做互伊安全，后盖大家住较放心吼。因为像讲华尔街，我有去现场看，伊嘛比足济，我就感觉讲遐大栋应该要安尼做，后盖大家住较放心。头先赖理事长有讲到讲吼，你来看这个房子建筑物已经偌久啊嘛吼，啊咱看到这华尔街伊是29年啊，啊29年这主要伫中这受理嘛吼，啊伊安尼你也要整耐震补强吼，这个部分伊爱工程的时间敢会真久？理事长，代理事长，就是讲伊即马用这耐震补强吼，伊这个工程的时间啊。大概爱偌久？伊这部分爱做起来，我半年以上，一定跑不掉。伊要做结构补强，外口佫足侪装饰装修，啊，规个用起来吼，结构可能就半冬走袂去，佫有足侪装饰装修，伊爱佫处理。所以讲你做起来，无一定半冬到一冬拢有可能。是。看伊后盖装饰装修爱做到什么程度安尼。那继续要请教这个郭老师吼，就是讲，其实咱咧看这个华人哦，这地动吼，定有嘛吼，啊，不过大地动还是较少、较罕见啦吼。这几届你看住403吼，控诉控3，一直到后来吼423嘛吼，嘛是佫一个大地动，啊，佫有厝佫倒去。你看目前县政府伫咧灾民的安置哦，甲其他的生活中介方面，你观察伊是做甲如何？即摆咱的安置吼，传统就是讲咱原本前一礼拜拢住伫所谓的收容所，吼，放一学校的一寡活动中心等等啦，吼。啊，即摆因为开始咱有所谓迄个租金补贴，吼，啊，咱即道因为华人较特殊啦，因为华人咱观光产业做侪，所以咱有做侪民宿，啊，佮有做侪旅馆。啊，因为即摆咱嘛无啥可能去走去华人的观光嘛，所以即摆遐空房是做侪，所以咱即道较特别的就讲因遮的受灾的灾民，其实因会使带去政府补助因，吼，前3个月再带伫旅馆，吼，也是讲你要领租屋津贴，吼，去外口租厝拢是会使的。啊，基本上就讲咱头有讲到耐震补强话也要拆掉电器，吼，因电器咱若知影讲电器可能爱几若担嘛，吼，至少3担以上，啊，所以因可能爱带伫外口的。外口租厝啦，还是讲继续去住旅馆等等啦，吼，爱去住一段时间。啊，即马看起来，即个物件因为这牵涉到讲，咱即马搁咧讨论叫所谓组合屋的代志，吼，因为咱台湾近期还有组合屋是伫921地动，吼，伫1999年咱有921的地动，迄时阵921地动其实伊的规模比咱即道04、03这华人地动其实是大足侪啦。因为咱来了解讲921地动吼，咱头拄讲，你像咱即摆拢咧讨论这大楼，咱大楼即摆华人差不多20栋左右嘛。迄阵啊，伫迄个921地动的时阵，全台湾是倒头162个社区哦，170几栋，吼，超过1万几户。啊，因为迄阵921地动，搁一个都特殊，就讲咱拢知影讲，伊是叫积极地震，伫台湾的中央，所以足侪受灾的所在是是乡村啦。甲咱即搭伫市区无啥共款，所以头拄有讲着讲，咱要互因先安置吼，有一个中继的阶段，去租厝嘛吼，但是讲去住旅馆，毋过你伫遐乡村的所在的较无遮的空厝方租厝，所以万不离咱着去起所谓的组合屋。哦，所以迄时阵全台湾吼，咱找112个所在起5000几间的组合屋啦吼。啊，迄时阵起组合屋了，其实
其实组合屋到底嘛，毋是讲做舒适啦，因为咱迄阵咱有用3个规格啦。第一个规格就讲你啊一独身啊，你就住6坪，吼啊恁兜啊3个人以下你就住9坪，啊4个人以上就住12坪啦。所以其实啊你爱想讲咱组合屋吼，爱起对毋对？爱找土地起呢？啊你找土地起，迄阵啊组合屋咱起了时嘛有着做个问题啊，因为要找土地无容易。所以你找着土地，遐在面住伫遐讲，我要上班足麻烦的，离阮兜足远的啊，吼，离我原本咧上班所在足远的啊，所以这也是大问题。啊，要起当初时，组合屋咧起的时候，佫有一个问题，就是讲，咱起了的时候发觉讲供过于求啦。安怎讲呢？咱政府要开始调查，像咱即马花莲嘛开始咧调查讲，啊，你有想要住组合屋无？吼。啊，咱有诶在面想讲好啊，我来住组合屋。毋过你等组合屋起了，可能1、2个月以后诶代志啊。即1、2个月，无一定政府佫有其他诶补助措施出来啊。所以我决定我要住组合屋啊。我想要领住津贴去住阮兄弟啊因兜就好啊。所以迄时阵咱起我头讲起5000几户嘛，到尾啊进驻诶无遮济啊。啊，到尾咱组合屋到目前最大诶问题就是管理诶问题啦。你想讲组合屋一个基地一个社区，假设讲有50户好，啊50户一开始50户拢搬入去，慢慢啊有人一定起厝起好啊，还是讲伊找其他的厝一定买好啊，伊就开始搬走啊。所以迄50户内底到开始空厝愈来愈侪，到尾剩20户咧住，治安就大问题啊。是，所以老师咱来看吼，因为中共嘛讲是讲咱有需要，伊要送咱100户嘛吼，安尼咱敢有需要即款的组合屋，还是讲即届花莲这因为伊毋是伫山顶啦吼，这都大部分拢是伫市区嘛，所以是毋是组合屋这方式较无适合？嘛袂使讲完全讲组合屋拢无效啦，因为咱即马想象的拢是。较伫花莲市区啊，你想讲伫市区还是治安即个所在的厝啦吼。因为我感觉讲咱头做者讨论，就讲其实我感觉即道咱地动了，其实政府吼去做一个较全面性的调查。吼，即个调查就讲，咱爱甲咱即马即道所在的状况，吼去看互清楚。过去你想讲6当前2018年咱花莲。应该是02、06大地震嘛，对不对？迄道大地震是3栋楼仔厝倒去，吼啊，咱甲异地重建去别个所在。毋过迄时阵，咱想袂即道遮复杂的即款的所谓的红单跟黄单的问题。毋过咱看到即道地震，红单、黄单问题变足侪，所以咱了解到讲，你即马政府咱开始咧编即马遮重建的预算。也是咧做重建的政策，你着爱去思考啊！即道甲之前无共款啊！即道即马咱遮的灾民做侪遇到的问题是有关遮的风当还当的处理的问题，所以你爱甲较侪资源提过来遮。吼，所以变得讲，我感觉讲咱即马政府可能第一期爱去做一个所谓全面的灾损调查，即个灾损调查，佮另外一个意义就讲，可能对结构来讲，爱去了解讲，为虾米即款的建筑物起了会倒啊？好，就讲你还了解，这避免讲咱后届咱尽量卖做这款的设计嘛，因为这款的建筑物会倒啊。好，这是一个重点。我头个讲，搁一个重点，咱去做调查，就讲咱去了解到灾民心啊有啥物款的需要。好，就讲你伫都市遮的灾民，可能有法度去租着厝，好去做中价的安置。毋过有可能即道，因为咱知影讲花莲是足侪原住民。伊可能因的厝伫，你想讲新城迄附近吼，台鲁阁附近嘛做侪原住民啊，因的厝可能伫附近嘛可能受灾啊。迄个所在你爱去调查讲，伊遐有法度，因若去摕租金，有法度去租着厝无？还是附近有旅馆通去住无？无可能就爱去真正爱去起组合屋啊。毋过组合屋你起，你就爱去思考伫后壁你遮管理的问题啦。好，咱即摆过来连线吼，即伫花莲的即耀园的文化艺术团体的这个总干事林之彬，伊是木都改造。木都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来宾你好。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这个大楼有的人想要再补强，那有的是想要拆掉重建哦。那根据您这段时间的协助，其实就是
以富益精华来讲，他们是想要拆除重建，可是县政府说，其实你只要补强就好了。那是不是这2天其实住户有去跟县政府做一些协商呢？是，就是管委会有去跟县政府的建设处这边做一个澄清。那其实花莲一些地方媒体他们报道的内容，就有点省略了前面，因为他们的前提是说，如果技师判定他们没有办法再任补强的话，那当然他们住户同意拆除，这是一个很合逻辑的一个思考嘛，不能补强，那我当然同意拆除。但是好像地方上媒体放大说，他们要同意自行拆除，但是没有自行拆除这个旁边的一些住户，像他们有加油站，也有国小，它其实是有一些公共安全的疑虑，但是县府在判定上并没有判定他们有公共安全的疑虑，然后再连接到说，他们只同意自行拆除，这部分是有点资讯上的不对称。是，所以就是今麦讲吼，这整个富益精华住户因当时是讲阮想要拆掉中间，毋过今麦讲你若拆掉，咱家己爱付出这8000万，大概是感觉讲这应该是县政府爱来帮助对无？是啊，因为如果你是有公共安全疑虑的话，那当然政府协助拆除的话，它是有那个灾害抢险补助的部分。那其实那个8000万的数字，它是可能他们针对一些有人，或者说大概初估拆除的费用是8000万。那当然你说要这些住户大家提出8000万，其实真的强人所难。是，但是那进前咱电话有讨论到讲这伫住户这生活中间的部分即摆你观察到大家敢有拄到什么款的困难咧？不好意思，刚刚有听到，再重复一次。是，我们说到的是讲这住户因即马伫生活中间的部分你敢有发觉到讲因为什么款的问题？比如讲工作的问题还是讲这就业的问题还是讲这生活真正就不方便呢？对，其实刚刚来宾有提到说，其实像一些原住民的部落，那真的是说像新城，或者是在0423，大概在寿丰、基奇那一带，其实也是有一些灾情，只是媒体上可能没有报道，所以没有被曝光。那当然像你说的，像刚刚那来宾说的，那边其实你还可以找到合适的旅馆，或者是说合适就是可以居住的地方，相对花莲市跟吉安乡是比较少的，所以其实大部分的灾户啦，其实还是依亲居多。那刚提到其实一些灾户，那说整个花莲县的状况，那其实现在来讲，就业工作上是有一些困难。其实大家看不到，是因为像服务业来讲，其实并不是只单纯服务观光客。那其实以服务业来讲，像花莲市的金三角地带，中正路、中华路、中山路，这些很多商家，他目前是休息中。那当然对他的员工就有生计上的影响。是咱之前嘛有讨论着讲这组合屋做合厝对着你所看到这个灾民来讲，你认为讲敢有必要咧？其实组合屋，因为政府的公布2处是他们等于说2处预定地，一个是在美仑，一个是在花莲的，好像信义街附近。那其实针对我觉得像组合屋这种东西，为什么我们不去探讨像花莲的空屋率，或者说花莲的租屋市场？那去强推一个组合屋，我觉得并不是那么迫切给灾民所需要，因为县府他们其实也有调查说，灾民你们愿不愿意入住组合屋？那就我这边观察到，或者我这边接收到的资讯，其实数字不是很多，意愿没有很高。那当然，组合屋又会牵扯到说盖的时间或者组合屋哪里来的问题。是，咱感谢木度咱继续要请教这赖理事长就是讲，头先咱有讲到讲像这富益富益精华这间大楼伊有152户呢，伊厝龄是23年啦，即摆县政府伊讲会当补强，结果技术讲袂当补强。头先第理事长伊是讲，其实爱相信专业啦爱相信专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第一就是讲，因为这个厝就以我所了解这届花莲市拢唔是干这个富裕精华之外啦，还有华尔街，还有富凯大楼，还有天王星大楼，其实拢因为地动的关系受到某同程度的结构的损害啦以今仔来讲，就是讲啥怎的看法就无共。当然，这第一以阮的经验来讲，我嘛是建议讲，伊
技术工会去现场看上准啦，吼，啥物上准？因为这牵涉到因为白就是讲，比如讲民众看到拢是做壁堵有必顺，只是这个壁堵伫咧这规个这个建筑物内底，伊的结构系统内底到底是毋是重要的一个结构，这就是爱技术去判断。民众看到当然拢是壁堵必顺，问题是有的壁堵必顺是会当修理的，有的壁堵因为必顺歹去，伊是袂当大。吼，所以这是完全是无共款程度的一个判断。啊，当然这个判断就倒来讲红单跟黄单的问题啦。吼，因为伊即仔红单甲黄单吼，就是我把特别甲大家说明，就是讲，这个红单黄单就是像一般吼，一个发生一个较大的一个车祸啊，是事件时阵，医护人员紧急减伤分类迄个观念去用的啦吼。红单甲黄单就是阮技术工会咧协调政府伫咧大地动了后去判断讲即个厝。有受到损害无损害，所以去判断讲红单甲黄单。我整体来讲，不管是红单黄单，伊代表来讲结构已经产生一寡损害，只是严重性的程度无共安尼吼。以即仔上新的统计来讲，即个全台湾吼，即届统计全台湾拢总，因为即届04、03的地震吼，拢总全台湾有77件迄个红单伊个数量。红单吼，拢总全台湾153件，啊，其中吼花莲县的红单就61件，黄单嘛差不多，黄单是60件。啊，以我新北市土木技术馆，我看到新北市即届地震内底吼，新北市的红单有10件，吼，黄单有14件。啊，这判断了后咧，伊其实一个大家拢有即怀疑讲，啥拢有红单甲黄单吼，即张表就是讲，即个政府因地震了后吼，由技术工会去现场去判断的一个表，因为有这个表，所以才也走出来后尾结果。这个表内底，伊第一技术去现场看，爱看啥？看这个结构的系统，伊是更紧阿妈头迄款结构，还是讲更骨迄款结构，还是讲搁较早期古早厝迄个竹条仔做迄款厝的结构，还是无共款的判断。不过这个结构系统一定是要技术去看才知影。吼，看完了后咧。也根据这个厝歹去的范围内底，像我这暗时啊红壁打高的部分哦，有条歹去，有梁歹去，有结构的墙体歹去，或者拢爱去做一寡判断，而且有迄个歹去的程度轻微、中度、搁严重，有3款的等级去判断。判断了后咧，到上后尾有一个，因为这判断起来，这就是一个结构吼，这拢是迄个当初吼。内政部所规定的一个吼，伊爱打啥物黄单的时阵吼，就是讲有一段一定的范围内底产生损害，所以人民袂当入去内底使用，而且马上就是紧急的安置。吼，这是黄单。红单咧，就表示讲搁较严重啊，吼，搁较严重，所以你变到讲，你除了就是讲要限制使用之外咧，还要赶快去做一些驱离的一个程序。好啊，所以当然这个问题走出来了后，就是会牵涉到讲。伫咧04、03地震了后咧吼，嘛是足侪民众吼，因为暗时啊，无可能无所在好住，所以以新北市政府来讲，其实伊嘛启动一个讲紧急安置的作业啦吼，所以伊伫地震了差不多7天内底7天的时间内底，其实拢有民众咱去免费去住旅社啦吼，也去帮伊找旅社去住。啊，当然这未来的问题就是啥，中期的民众的安置。吼，这是要安怎去处理吼？当然，阮伫过去内底，甲遮新北市的市民咧甲讲，尤其受灾部分吼，来讲一寡说明会时阵，阮嘛拢听到足侪消息。这个消息其实嘛甲组合屋的观念嘛是共款吼。民众定咧讲吼，因为地震歹去袂当大，啊因遮可能囡仔有伫咧附近咧上课的，吼。啊，你若讲互伊搬所在，走到这边正远的所在去做一个迄个闲置的空地做组合屋，其实这马上就面临着这个住户、这个民众、这个囡仔，伊要上班、上课，伊要安怎去处理？吼，这是上大的问题。所以毋是讲，甲他找一个空地啊，起一个组合屋，就会当去解决这个问题。应该以即仔角度来讲，因为即仔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其实对即仔灾民以及地有租金的补贴，吼，甚至有安置的补助，啊，甚至有迄用人口一户人口2万块，以新北市来讲。1户人口2万块，上济补助10万块，叫安全基金。
或者其实拢伫过去就有咧做的代志啊。啊，未来就头前我甲大家报告的，未来中央政府还佫想到，因为这一处的地动影响的范围其实非常之大，所以伫过去会当补助迄个范围了后，有没有外加的一些经费挹注，这就是中央政府大家来去做思考，因为这民众面对即个天灾，就是大家民众、工会、佮技术、佮有政府，大家三个方面，大家来协调，才会当度过这个问题。是赖理事长，因为你拄啊好是新北市嘛，吼，大家即几工嘛有讨论到，讲这桃园吼，为虾米单嘛遮济吼？就大家就注意到讲，是毋是县市政府伫咧这单开单的这标准哦，会当有一寡空间咧？第一啦吼，就是讲我大概看到迄个一个表吼，迄是全台湾无分县市大小，也是讲都市，也是讲庄卡吼，关一个表去做一个田野啦吼。啊，当然这牵涉到就讲现场技术工会咧现场看的时阵，紧急判断每一个技术，甚至讲建筑师伫咧现场看的，可能加减会差一丝丝啊。问题这物件吼，红单甲黄单其实一个二分法呀。吼，我用简单的数学去甲大家解释讲，假设红单是90分，才叫做红单啦吼。派位就是地动派去的程度到90分叫红单，89分我问大家，迄是算啥物？89分是算黄单。即是讲89分到90分，其实一定某些程度已经很接近了。可是这就是伫咧过去咧判断的时阵，可能无法度遐尼清楚甲你讲这是几分的问题。吼，因为我甲大家报告的，红单甲黄单是为着政府的整个那种医护减伤紧急分类去做使用。在使用了后，就是讲不管是红单黄单，一个讲，让大家有一个理解来讲，这其实就厝拢已经受到影响啊，只是程度无共款尔。啊，未来嘛是要针对这红单也是黄单的问题，除了这改善了后，还佫去做补强。就像天王新大楼，大家嘛咧怀疑讲，当初打黄单，想要即个地动佫会歹去，这就是表示讲当初打黄单的时阵，迄个问题，伊甲拉针对迄个黄单，可能伊当初甲你讲，这可能态度歹去，所以你去修态度。结果伊无去看伊规个结构系统到底毋是有属于迄个平面不规则，还是讲结构落成的问题，可能伫迄阶段无去做检讨，所以度过上一次0206，结果遇到这一次0403躲不过，迄就是因为你无去规个检讨结构系统，因为厝原来就是厝，你无因为迄个时间内底你介入去做伊个检讨，当然你就遇到下一次的一个地震就产生危害啦，这是上大的问题。是，我想要请教第理事长哦，就是讲，其实伫进前哦，有几来个华人的地动吼，我有甲这建筑师工会啊，佮有土木技术工会去到现场去看灾民哦，啊，看因安怎开单吼。啊，有感觉就是像赖理事长讲的，其实有诶去到现场的这建筑师哦，伊会确定讲，这个灾民因真住厝的情形。啊，伫咧开红单、黄单的时阵，有当时有一寡无共款的考量，比如讲，伊头前这部分可能勉强会当大啦，啊，所以是毋是莫甲伊全部开到红单，啊无伊后来要安怎后续伊就较麻烦，所以像恁一工吼，安尼走去灾区安尼，一摆看几来间厝呢？我看迄走来走去，花灯安尼走，所以伫咧判断的部分，这有当时啊，其实有压力的对无？主要是安尼讲，一般人看厝壁，就感觉讲哦，比较足严重的，感觉都是足危险的。阮专业去看是看讲，伊壁的所在是倒位，吼，阮讲大柱、大梁加剪力墙，也是算主体结构。啊，伊有45度的斜裂缝的时阵，伊就较危险。啊，毋过伊一般的隔间墙吼，隔护墙迄款的，伊壁吼就较无遐严重。哦，主要是安尼，吼阮专业技师去看，阮知影讲倒位是有力量的，会危险的，倒位是较无关系。吼，阮去看是基本上阮是会使较简单判断啦。毋过有诶是讲住户伊就较有疑虑，讲哦，你看，哦，我诶厝比较遐严重，你哪会讲我黄单尔？吼，或者说，我诶厝比咧无边啊迄栋遐严重，你讲我会黄单，主要是讲。专业技师伊去看，伊知影讲倒位是影响主体结构安全的，倒位袂啦。所以我想讲，这是专业技师的专业，所以我们去看，基本吼是很容易判断，主要是。所以理事长助理，因为你嘛是定定协助灾区这判定嘛，吼，你安尼看哦，这
这几十年来吼，台湾发生几来届的这大地震，你看到讲政府相关的这不管是判断的标准，或者是后来中间的标准，你看到哦，这进步伫倒位哦啊，需要个努力的部分是伫倒位咧？我这届的地震吼，我拢要呼吁一个观念，是啥物观念？维冠大楼的倒塌，伊是前一个地震的黄单建筑，好啊，天王星嘛是前一个地震的黄单建筑，所以讲，伊迄时阵还唔是讲红单哦。伊是讲，这种较中型的地震来的时阵，别人的厝拢无代志，啊，你的厝就比较最严重的，吼，而且黄单啊，像即摆我刚刚讲，地震影响的范围足侪，哦，有几啊十栋是红单，哦，几啊十栋是黄单，加起来百几栋，这百几栋基本来讲，伊的体积比别人歹足侪，所以我讲这是主要是个概念，所以讲。伊就表示讲，伊的安全是较歹的，所以我是讲，毋是讲做基本修复尔，爱做结构补强，无就拆除重建2选1。吼，袂使讲我黄单，我逼甲安尼，表示讲我主体结构赶快无问题，我逼的墙壁我高高的，安尼就好，安尼有可能就像后届的，搁来一个较中型以上的地震的时阵，伊可能是另外一个维冠，另外一个天王星。吼，我是。建议是安尼，以红单呢，真正是无经费吼，去重建，我就刚建议一定要做有效的结构补强，吼，而且刚刚讲红单、黄单这个筛选出来的厝，拢一定要做结构补强，吼，修旧的或补强啊修济级的，伊就以围绕都跟的红外去重建，吼，过程我给刚刚不管是中央政府或者是县市政府，拢爱全力来支持来协助。我是讲这是很重要的，袂使讲啊无够钱互灾民家己去处理。我是感觉这是唔对的。这届地震唔是讲全国性的，政府无迄个能力，无迄个财力，相对政府跟县府应该拢有这些能力跟财力。县府无够钱，中央一定要跳出来去斗相共。我是讲我这届一定要安尼，而且。华联的地震人讲东部海潮可能有8级的，这是风险就管的。而且刚刚不止这些黄单、红单这卖的建筑，甚至于说华联这届有较侪有的无去报出来的，刚刚较严重的，我们政府拢要主动去斗相共，互伊比较安全。这些费用袂使讲花莲县政府出，无遐侪钱啦，中央一定要出来斗相共。我是刚刚这届。我是建议讲中央爱大力的来支援这个部分。是，不过因为这一届进前大地震了迄余震就倒啊细，倒啊少嘛。这一届呢，熊个423个一届安尼，所以大家就讲，是不是伊去触发到其他的这断层有可能更较大的地震？安尼是不是厝那是无注意到伊余震愈济，伊就愈危险，咱无感觉？这部分就是讲，我一直在讲，这届的华联的大地震甲以前拢无共。我是讲，大家爱较特别注意，就是比如讲，东部海潮8级大地震周期到了，以前的大地震是安尼，有无安尼，嘣，为余震一点点，这届是你讲4031刚安尼，嘣嘣嘣嘣，大概拢遐大，4231刚暗时嘛是。摇，伊会从海底较深的所在，一直摇到陆地，搁较浅，所以讲这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预警。所以我是刚刚讲，这届华联的厝比较安尼较严重，甲之前0206迄届无共。之前0206我拢有规个沿断层线来夹一连。是咱拢看到迄。地面就逼开吧，对吧？这届拢无。迄届我沿断层线夹一届，夹到唔是只有迄什么云翠啦，迄几栋倒尔。白金双星无拘无束嘛，拢倒两对面，拢倒，不过没有人员伤亡啦，新闻就没有报道，大家拢想讲，可能无迄两间倒的，我拢有看，迄届就是讲较少白的厝红单的问题较少。不过这届地震华联这届地震摇甲足厉害的，
全面性的厝拢变。所以我才建议讲，这届政府真的要花心思，中央要花预算，把这个花莲不是只有这些黄单，我是刚刚建议讲，我们花莲这部分县市政府来做是不够资源的，中央的力量爱中央，而且在出费用，请机制工会来协助，主动去针对一些受损的还不在黄单的。看严重的，爱协助他一做加强，而且刚刚这个是最重要的。吴老师高老师咱们请教就是讲，咱头先是讲是这建筑物的安全啦，毋过伫整个政策的方面你来观察自进前的灾害到今嘛你所看到的政府可能爱搁做较济是倒部分。应该安尼讲，头咱有讲到讲，咱其实咱台湾过去这20几年来，对1999年有9二地震嘛，因为9二地震迄阵也未有这个红牌、黄牌的制度呢。迄时阵是啥物人去判断呢？迄阵真好笑，咱是叫村里长甲村里干事去做判断红单甲黄单，所以你也对这个看起，咱这20几档，其实咱台湾是有真大的进步。毋说讲咱这个进步，咱爱愈来愈有路啦。就讲咱爱针对讲咱灾民有啥物款的需要，咱爱去想这个问题。咱头拄有讲到讲6当前02、06迄个地震，3栋楼仔厝倒去，咱拢也知影断层带伫地。所以咱花莲县政府当初做一个就讲，伊要中建会使，你袂使伫原地中建，你原地中建搁伫断层带，你后盖来嘛搁倒啊。所以伊就家己迁去一个北部火车头附近，因去做迄个梧桐寓所，因就伫遐定起嘛。所以即摆就变成讲，花莲县政府你爱去想看嘛，即摆大拢做明显在，甲这20栋，咱想拢是迄2条断层带附近嘛。就讲你这断层带附近啊，真正伊倒去，你后盖伊就真正讲伊要拆除重建，你要有原地重建吗？这咱爱去思考，还是讲咱有土地，咱有公有地来甲伊交换。嘛有可能无需要遮济土地啦，因为咱根据过去你想讲6当前迄02、06有190户受灾，到时阵大家调查了讲咱要搬来北部遐起一个永久屋结果还达43户，2%无到1/4呢，就讲大家人拢搬走，就讲迄时阵因为咱02、06迄时阵花莲的善款收足侪钱，迄时阵收27亿，咱即道即马中央收15亿到今仔日花莲县政府收5亿尔，所以咱即马合计20亿，佫无到6当前遮济，所以迄时阵花莲县政府伊的做法就讲，恁无要留，你无爱中建的会使，我就是一坪付你16万，恁兜也30坪，我就付你480万，你就家己处理，你的原本的土地产权就变我县政府的嘛，你也要留的会使，我就是去头拄讲北部迄个桥头遐，我起一个梧桐寓所，互你。恁兜原本1坪换1坪，就讲恁兜原本30坪，我就起30坪互你。用这个方法来。恁这个方法即届敢袂当用？我咧想讲，这个方法咱爱去想，你看这道受灾户1900户左右，1600几户到900户，咱即摆善款搁较少哦。毋过行政院讲要拨250亿，至少嘛。这可能嘛是，因为咱爱处理的这250亿，毋是单处理咱这中建尔，足侪问题是公共设施的中建啊，你路爱征收啊，且足侪公共设施爱中建，迄嘛占足侪钱，佮有足侪软体的处理啊，大家即马无头路，你要怎处理，这拢是一个问题，所以变着讲，咱即马爱去盘点，讲咱有偌侪资源，即马要安怎来？就讲即摆灾后重建，咱即摆牛地像咱头一直咧讲的，而且红单、黄单的处理，可能迄阵无用足侪钱去处理遮嘛。咱即摆发觉讲这足重要，可能一寡资源还用过遐。毋过相对你资源用过遐了，你这边灾民的需求要安怎？对啊，所以这就是讲，咱爱去决断的啦。是，我想要请教这赖理事长就是讲。大家拢讲，咧看厝有危险无？建物是毋是有危险无？就是看有必顺无啊？必伫倒位啊？是牛还是跳吼？毋过是毋是厝看起来无啥问题，嘛有可能出问题？当然啦，因为第一以阮土木技术工会伫过去规个厝地动伫咧调查原因的经验来讲第一厝会倒去，毋是
无可能干那一个原因发生啦吼。过去我嘛听着讲，因为921进前迄个台湾的迄个赖政设计规范的标准，甲即仔期差足济吼。啊，当然，台湾的规范，伊相当于咧伫改着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做修正吼。其主要的原因就是讲，第一，因为伊会根据讲，不管是台湾的地动的迄个灾害伊的经验，还是讲国外地动的经验，伊拢会去汇集之后咧，去针对即个规范，吼地动即个赖政设计的规范去做编修，所以伊的方向是朝向越来越好、越来越严谨的角度去做，这是一个设计观念的差异。所以，简单讲，九二伊进前起的厝，伊的相关的赖政设计规范，甲今仔一定是无共款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讲时间规定内底有发生讲过去可能较早期较无注意的，比如讲迄个条啊铁吼，拢用90箍咧交的，啊，最后第二人是摇落去，啊，叫90箍，迄个箍筋就爆开啊。啊，甚至个区间间距嘛无啥够的吼，这种过去拢会发生，阮看到就讲厝会歹去，拢差不多拢有这个原因，这嘛时间规定内底一个因素。过来一个因素是啥？民众使用的角度，吼，民众使用角度，比如讲一楼的部分，可能原来有墙体，因为要做店面，所以甲迄墙甲卡掉。吼啊，甚至佫无经过技术工去佫评估讲啊，甚至佫做补强，啊，就是一个使用啊。吼啊，这就是讲厝会歹去会倒去，就是差不多即个三项因素拢夹杂起来，叫做我们种灾害的气势理论的原理啦。吼，气势理论一片一片一片，每一个气势里面都有波动的时候，当这个波动连续起来的时候，接落去啊，就是产生灾害啦。吼，这个气势理论的一个灾害理论。但是从这个理论，你对应到这样过去这厝会歹去，你就大概会知影讲哦，原来厝会歹去会倒去，都唔是干咱一个原因，就是讲可能是厝较旧，吼啊，我有诶人拄过讲，较早期诶厝，古早厝人地动都无倒，吼，所以就是安尼嘛。所以唔是讲因为用污染就去看这个代志，你也去看几个面向来讲，污染是一个。过来讲，过去的时间的内容是不是完整？过来讲，民众伫使用角度内底是不是完全是符合那个法规规定？这三项啊，拢完整的情况之下，在处动的，总是讲地动来有影响，可是袂歹啦，嘛袂倒啦。其实啊，毋过咱即摆就来看咱是住伫虾米款的厝啊，吼，咱若透天吼，咱当然嘛知讲咱那是安怎使用。啊，若是公务哦，咱会知影讲这厝边头尾伊是安怎用。对无？啊，那社区大啦，哦，这更加复杂啊嘛，对无？所以即摆讲要住较真安全，这感觉这愈讨论愈惊呢。我是感觉讲，像一般吼，921地震前起的较旧的厝，伊时阵设计法规地震力较无够，施工品质较无好，观念的问题，吼啊，伊时阵分析的程式软体啊，嘛无遐要3D 分析的。已经用手算的啦吼，所以讲我就定来讲，假如你的结构系统是以前的旧厝，你的大楼的结构系统是讲大 L、大 T、大 U 的时阵，地震来的时阵，伊会扭转，伊就比如讲伊的品质无好，安全性各方面又比较低，它的系统又特别不好的时候，伊就上危险。我们刚刚讲是维冠大楼，伊就是吼 U 字形，吼啊。那个，甲即个天王星，甲顶一届的云翠大楼，伊是安尼街角式的，吼，街角式伊后面足大颗的，啊头前吼2支条啊头前软，啊大门进出拢无墙壁，伊后壁较大颗足侪条啊，足侪墙壁，较顶壳。地震来的伊的时阵，后壁较袂叮当，头前下骹会叮当，要扭转，要哭落去，所以。伊的倒的厝，共款拢是共款，所以我讲，我有甲921地震倒塌，甲花莲、台南倒塌，我拢提出来做研究，我出3本册，我就统一吼，我刚刚讲下倒的厝拢差不多是安尼，所以我是刚刚讲，即届花莲的大地震后届会愈来愈严重，所以我是建议说，较旧的厝，伊的大楼伊的结构系统是较无好的，应该要提出来检视，吼，爱。政府来协助吼，看安怎来补强。我会记管市政府嘛讲，我鼓励你出来做出品啊，出品就刚刚我有问题，就复评啊，毋过这意愿比例足少的呢。我刚刚报告就讲，主要是一般住户是惊讲，我的厝吼刚检查出来讲有问题时，我的房价受损啦。我是主要是伊会惊安尼啦，所以我就刚刚是政府爱主动吼。
针对讲系统较无好的旧的大楼去做倒沙工啊，后盖爱补强爱安怎？我是刚刚讲，这届只有花莲有出代志嘛，政府中央的资源不是250亿，应该是讲无够，过来加，针对花莲的百姓，让他居住安全。我是刚刚讲，这是政府应该爱来做的。是，吴老师哦，你感觉讲这政府哦，伫这无出代志的这建筑物，甲已经受灾的这部分哦，这拢需要搁较侪经费甲投资呢？因为其实吼，咱伫即道的地动以前，咱都有咧补助，头拄咧讲的，就讲叫伊做出品啊。毋过其实足少人去做出品啊。啊，其实即摆无搁另外一个方法啦，鼓励大家去买地震保险啦。哦，即摆有迄个住宅地震保险啦，吼。毋过以前一单交1300。